有袂少的老大人因为耳孔重较无自信，所以南投草屯的中原社区开手语剧的表演班，嘛来教手语，鼓励老大人来上课，安尼会当甲人有较好的沟通。 就着说阿嬷耳孔重，有新辈陪伴做参加学手语课，这是中原社区专门为耳仔较歹的视大人开设的课，希望因伫咧生活上会都有改善。他会觉得说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参与啊，所以他学了手语之后啊，就比较简单的哈，咱都会使改一些话来沟通一下。来教课有老师当初为着帮助草耳人认识，家己学手语，尾要佮运用家己护理专业的背景来设计视大人手语的课程。第2堂课我们就会进入比较属于细部动作。虽然讲有3堂课，课程安排有生活上的手语歌、手语剧表演活泼的方式，和阿公阿嬷学手语欢欢喜喜，伫咧生活上嘛加做自信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